好，咱要先来看这个中国籍的船伫咱金门海峡，因为甲海巡涉入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意外。即马这个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金门甲厦门这个水域其实无算是限制水域，就连中国海警也来表态，讲这个海上执法会变作是因的常态执法。即马咱的海委会是强调讲，海巡署其实有伊的必要性。也那咱的陆委会因嘛讲，中国船无经过允准。本地就袂当进入限制水域，所以未来会继续执法，未有改变。一只中国籍的船14月界到金门海峡掠鱼，和海巡队赶走。过程当中，4个中国船员落落海，其中2人经过抢救了后，游原不治身亡。台湾表示依法执行。中国国台办17刷强硬表示，金门水域无存在禁止限制水域。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发文反驳，那金门乡亲认为无禁限制水域，那会报限呢？海巡署人员执法有必要，毋是恶行。这代志引起舆论两化互呛。中国海警局18号表态，未来会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金门县渔会也向渔民宣导，非常时期要更加注意安全。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出海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去业界跟这个大陆渔船接触。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问题。海巡赶快把那个他们一出海的密录器都有啊，马上公布画面就 OK 了啊，一翻两瞪眼，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明快处理？第线渔民无能为力，烦恼生活受影响，只希望代志赶紧结束。金门县府表示，水域秩序维持，爱科两化当局共商讨论，希望应以两化渔民生活为前提，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南会呼吁中央地区沿海小者经济基地应授权地方政府，甲对方直接讲，立会批评中国大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正危险的主张。中国大陆国台办在对台政策方面一向是属于鸽派，这次会连续2次发表强硬的声明，可见这件事情在大陆的舆情是十分沸腾的。我觉得台北这边应该授权给金马两地的政府跟大陆比较直接密集的这样沟通，这样可以避免误判，减少擦枪走火的可能。这是中国企图虚无化中华民国主权，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主张，制造区域冲突、区域不安定的潜在导火线。陆委会表示，两化互不隶属，中国船无经过许可明进入台湾限制甲禁止水域，未来也会继续执法。目前海议会已经发函予对华海协会说明过程，甲希望协助相关的代志，已经联络到4个船员的家属，根据了解，家属最近可能会经由13通到金门处理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